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6年5月19號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美股表現認真麻麻，道指跌咗0.65%，收報49,363.88點。科技股更加唔掂，納指跌0.84%，標普500都跌0.67%。半導體股方面，費城半導體指數反而微升0.03%，同個別股份嘅走勢有啲出入。點解會咁？主要係美國10年期國債息率升到4.62厘，搞到高估值嘅科技股頭痛唔少。市場擔心聯儲局遲遲唔減息，通脹又唔肯落。另外，美伊談判嘅消息反反复复，地緣政治風險令投資者唔敢貿然追貨。科技股之前升得太癲，今日明顯有獲利回吐，資金轉去避險嘅公用股或者傳統板塊。個別股票方面，美光科技反而升咗2.52%，唔係跌近6%。蘋果亦都升0.38%，台積電 ADR 就跌0.84%，唔係跌3.2%。市場焦點已經放咗喺聽日英偉達嘅業績，呢份成績表將會決定 AI 股短期方向。另外，聯儲局嘅會議記錄都係本周嘅重點，投資者會睇下利率走勢有冇新啟示。短期嚟講，科技股仍然有回調壓力，不過傳統股就相對抗跌。大家要留意債息同英偉達消息，暫時唔好太進取住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